当我西餐中做，小老外啥反应？大家都知道，在我们家里面一般都是安吉做饭，然后我打下手。不过这几天确实是吃腻了，所以说呢，我就想来爆改一下那个安吉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食材，和那个他们的西班牙火腿。待会这两个一块做，然后这两个一块。开始爆改白人饭。这个橄榄油肯定是必不可少的。锅，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葱花，白人饭放进去。The upgrade 已经升级了。你 finish everything? No, it look like I don't so black. 差一点，差点光盘了已经。好了，散会。